相信前嗰排大家都記得啦，美國個財長阿貝森特喺度大聲咁樣講，以後稀土嗰方面咧，佢哋美國都做到，唔需要依賴中國啦。點解當日阿貝森特能夠講得出呢番說話咧？就係因為美國成功製造到一個稀土磁鐵出嚟。咁究竟呢塊稀土磁鐵係咪真係咁犀利咧？同我哋日常中國做緊嘅稀土磁鐵有啲乜嘢分別啊？最重要嘅就係美國係咪真係可以喺稀土呢個方面唔再依賴中國咧？咁喺影片開始之前，有個消息咧就通知下大家嘅，就係嚟緊嘅11月23號，我哋香港青年會搞一個咧珠海低首期嘅美食睇樓團啊！咁到時我哋就會由香港嘅太子站出發，有專車接大家去到珠海，仲會有一餐咧精美嘅午餐。完咗考察團之後咧，仲會有專車送翻大家去港珠澳大橋嘅珠海口岸過關㗎。咁團費方面就係98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WhatsApp 我大眼93483961。香港青年走在最前，大家好，我係小明。早前啊，美國財長貝森特喺度搞咗一場大龍鳳，佢手上面啊就揸住一塊類似咁樣嘅磚頭，咁佢就話到啊，呢一嚿嘢咧就係一個稀土磁鐵嚟嘅，而且佢仲話到啊，呢一嚿嘢係美國嗰度製造嘅。大家唔使擔心住先，我轉頭就會講一講阿貝森特所謂嘅呢塊稀土磁鐵究竟係乜嘢東東啦。咁好啦，首先呢一塊所謂嘅稀土磁鐵喺邊一度製造嘅？確實係由美國裏面製造噶。但係咪美國公司呢？嗱，我翻查咗好多資料啊，製造呢一塊稀土磁鐵嘅公司本身咧就係德國公司嚟嘅，只不過最近啊呢間德國公司咧就去咗美國嗰度設廠，咁即係話幕後製造呢一塊稀土磁鐵嘅功臣係德國咯。但係點解美國仍然大聲歡呼啊？嗱，事關呢間公司咧係美國裏面唯一一間能夠生產到稀土永磁體嘅公司嚟噶。只不過能夠生產一個樣本出嚟，什麼產業鏈啊，係完全未構成嘅。雖然佢就美其名呢塊稀土磁鐵咧係美國製造，但係大家都知道啦 ，sample 去到量產中間個過程啊係非常之漫長噶。同埋阿貝森特大聲歡呼嘅日子咧，亦都非常之巧妙嘅喎。咁阿貝森特講呢番説話嘅時候，就係中美第5輪談判。咁點解喺呢個時候阿貝森特要攞呢一塊樣品啊展示俾大家睇咧？嗱，精明嘅觀眾第一時間就諗到噶啦，呢一場係一場政治 show 嚟嘅。咁好啦，既然你個樣品都攞出嚟啦，咁啊必然會有人談論噶啦。咁談論咧，亦都同以往一樣係分兩極嘅。有啲人就話美國好嘢，美國偉大，但係大部分人咧都會諗起一個問題：究竟呢塊稀土樣品啊有冇相關嘅認證嘅咧？又或者咁講，有冇一啲權威嘅學術機構係分析過佢咧？最緊要嘅就係呢一塊嘢能唔能夠應用喺日常生活裏面先。咁好啦，我哋再睇多少少記錄啦。原來呢一塊所謂嘅稀土磁鐵，美國軍方又冇認可過，什麼技術研究院啊，亦都冇認可過嘅。咁即係話到呢一塊所謂嘅稀土磁鐵，唔好講佢實際應用嘅效果係點樣啦，佢能唔能夠稱得為成品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哋先講下啦，製造呢一塊稀土磁鐵嘅技術，究竟我哋中國有冇嘅咧？咁對於我哋中國嚟講啦，呢塊所謂稀土磁鐵啦，相關嘅應用技術，其實就係我哋早期咧製造稀土磁鐵嘅技術嚟嘅。雖然到現時為止，我哋中國都有應用到呢一方面嘅技術啦，運用喺稀土磁鐵裏邊。但喺前段時候，我哋中國已經開始着手研發新一代嘅稀土磁鐵噶啦。咁好啦，舉個例子啦，咁即係話到啊，美國所謂嘅呢塊稀土磁鐵咧，就等同以前嗰個 Nokia 手機。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個年代咯，大家都用緊智能電話，你嗰部 Nokia 仲用緊 2G 咋，而家我哋已經開始研究緊 6G 啦，即係就並唔係話你個 Nokia 手機唔用得，只不過應用性冇咁高啫。咁好啦，講翻製造呢一塊稀土磁鐵嘅工廠啦，佢本身咧就預計2026年就將會量產㗎啦。咁啊，第一年嘅目標咧就1200噸。呢個數字大家可能就冇乜概念，又或者會覺得咦，1200萬噸都幾多喎？咁好啦，我哋睇翻我哋中國製造稀土磁鐵嘅數量啦。平均嚟計啊，中國每一年生產嘅稀土磁鐵數量咧係28萬噸，已經佔據咗成個稀土磁鐵市場嘅90%。再加埋呢間工廠話到佢將會製造嘅產量，咁就算呢塊稀土磁鐵真係能夠量產，能夠佔得到嘅市場份額又有幾多啊？咁再講啦，其實姑勿論啊，你能唔能夠做到呢塊過期嘅稀土磁鐵出嚟啦？
你有冇足夠嘅原材料去生產得個問題嚟嘅。要知道啊，現時為止嘅生產技術去製造呢塊稀土磁鐵係唔單止需要呢個輕稀土㗎，而重稀土亦都係一個必須嘅材料嚟嘅。美國目前唯一一個稀土礦咧就喺加州，但係呢個礦場有一個致命嘅缺點，就係只能夠生產出輕稀土。咁重稀土嗰方面咧，可以話係幾乎冇㗎。咁好啦，想同大家講啲乜嘢咧？即係話到美國，就算佢能夠自主生產到呢塊磁鐵啦，但係若然要應用到喺日常生活裏面咧，睇怕關鍵嘅材料仍然需要靠入口嘅。咁好啦，成個世界嚟講啦，能夠做得出重稀土嘅分離技術，基本上咧就係出自於中國嘅。咁啊，舉個例子啦，即係話到啊，就算美國人學識整麵包都好，佢用到嘅麵粉仍然要向其他人買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噶嘛，稀土礦全世界都有，因為呢個冶煉技術先係稀土嘅核心技術啊。中國能夠穩定製造得出99.99999% 純度嘅稀土，咁我哋稱之為6N 級啦。但係美國嘅實驗室裏面只能夠製造得出5N 級嘅稀土，仲要係非常之勉強，偶爾一次成功㗎咋。咁成本方面咯，有專家就計過啦，若然美國要自主生產稀土成本最少貴中國200倍，咁即係話呢場生意冇得做啦。曾經美國國防部咧就撥款1.5億就話想突破重稀土呢個難關咯。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為止呢個所謂嘅投資項目咧，好似就冇乜聲氣啦。其實唔單止資源技術方面美國係冇嘅，美國仲有一系列嘅法律令到佢哋想做嘅稀土產業係唔成功㗎。咁講法律之前，講一講成本先。咁我哋中國做稀土做咗幾十年啦，大規模生產技術我哋當然有啦。咁能夠量產即係能夠控制成本啦。所以從呢個方面嚟講我哋生產稀土嘅成本係遠遠比美國低嘅。呢一個就係我哋中國嘅優勢。咁當然美國一直都唔想依賴中國㗎，所以佢想重建呢個稀土產業鏈。咁講到法律嘅問題咯，美國有一系列嘅環保政策，什麼處理放射性嘅廢料要俾大額罰款。唔講呢一啲罰款人工都貴過我哋中國好多啦。其他唔講啦，淨係單講呢一項咋，要喺美國裏面做稀土生意可以話係完全冇競爭力嘅。再講啦，美國喺稀土呢個領域裏面人才斷裂咗25年。好似一間餐廳，你要揾一個熟手廚師你嗰個入職要求都係要做咗5年廚啦。其實稀土嘅人才都係一樣㗎，你連成個產業都冇你又何來揾人才呢？咁所以喺呢一段時間裏面，點解我哋中國一話到要管制稀土美國人會咁心急甚至乎要揾埋佢哋嘅財長出嚟做一場大龍鳳？美國能唔能夠生產到稀土其實真係唔係重點嚟嘅，係講緊你製造稀土嘅成本有幾大，又或者製造稀土嘅關鍵原材料你有冇？其實呢兩個問題就係最困擾住美國㗎啦。呢一個咧就叫做現實。我哋中國訂立嘅稀土管制就並唔係話唔賣俾你嘅，只不過每賣一次我哋都會審查，同埋我哋要揾最終用家。究竟呢個稀土會用喺邊一方面呢？呢兩個規矩唔係話要對任何一個國家搞封鎖而係要同大家講，買我哋中國嘅資源呢，就要跟我哋中國嘅規矩。你哋若然要攞嚟做民用嘅，我哋冇問題㗎，只不過係嗰啲美國人成日都攞嚟做軍用啫嘛。只要稀土呢一種材料係放到軍用嘅話，就會令到國與國之間惹起衝突。又或者咁講啦，若然冇咗稀土美國真係咁容易推動到俄烏衝突，又或者後期嘅巴以衝突、以伊衝突，可能都得嘅，但係唔會將個戰事搞到咁大咯。我哋中國訂立呢個規矩個本質就係要對我哋中國所賣出嘅資源負責任，要好好管理，唔好俾你班人亂咁用。就並唔係好似美國人咁樣講啦。中國唔賣稀土俾佢，連民生都影響埋。講真啦，你買稀土要攞嚟做電動車嘅，冇問題又或者你要生產一嚿電池當然冇問題㗎。但你攞嗰啲稀土攞嚟做乜嘢？大家心知肚明啦。你個 F35點解而家年產量會降低就係因為你冇咗稀土，做唔到嗰個隱形塗層。唔係你係美國識將呢個稀土定義為戰略物資㗎。稀土亦都係我哋中國嘅戰略物資嚟嘅。現時美國所持有嘅稀土儲存量呢，5個大樓就話到只能夠支撐佢哋嘅軍工行業半年左右。所以貝森特喺呢個時候大大聲聲講啦，佢哋美國喺稀土上面取得突破。佢背後想講嘅係啲乜嘢
嗱，你冇稀土嗰啲公司咧，唔使擔心，有美國爸爸照住你哋。又或者未來同中國談判嘅時候咧，多少少籌碼，此地無銀三百兩啊！你越講咧，我哋就會覺得你哋美國越冇籌碼，越冇底氣。再講啦，稀土就唔係我哋中國嘅唯一優勢嚟嘅。早前我拍影片已經有講過啦，中國香港發行咗呢個美國債券，利用呢份債券打破你哋美國霸權嘅根基。所以啊，就算美國未來會將稀土呢個問題解決啦，我哋中國大不了咪攞第二張黃牌出嚟咯。我哋單講啦，鋰電池呢一個領域啊，美國已經冇得同中國比啦。咁電池就分正負極噶嘛，全世界79% 嘅電池正極材料咧就係我哋中國製造嘅，而92% 嘅負極材料啊，亦都係我哋中國製造嘅。冇錯，科技係要進步，亦都要講求尖端創新。但係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真正民用嘅科技技術係唔係真係要最尖端、最頂尖呢？若然一架電動車用緊最頂尖嘅電池、最頂尖嘅芯片，大家估下呢架車要賣幾錢啦？又或者咁講啦，究竟呢架咁昂貴嘅車有邊一個買得起呢？日常生活我哋平時用緊嘅電動車啊、家電啊，用嘅科技都唔係最頂尖㗎，但係呢啲中端產嘅科技啊，全部都係我哋中國製造嘅喎。又或者咁講，若然美國冇好似我哋中國咁完善嘅產業鏈啊，美國想霸佔呢個民用市場，真係諗都唔使諗啊！貝森特手裏面所謂嘅呢塊稀土磁鐵，咁講技術佢又唔係最尖端，所以我哋就只能夠理解為啊，呢一塊係貝森特嘅政治籌碼啦。咁既然美國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之前仲話到啊，想同我哋中國搞脫歐添。講真啦，全世界所有嘅供應鏈啊，基本上咧都離唔開中國嘅。又或者咁樣講，若然大家嘅關係唔好搞到咁僵，你有你做呢一啲，我哋有我哋嘅供應，唔使下下都為要搞脫歐、搞分手噶，咁樣咪能夠大家一齊賺錢咯。若然好似你哋美國咁樣，日日都想對抗中國，到最尾只會有一個結果就係美國越嚟越沒落啦。到最尾只有一個結果就係你哋美國能夠行嘅路咧越嚟越窄。其實講真啦，我哋中國有幾多張黃牌咧，其實一啲都唔重要。只要我哋仍然係掌握緊咁大規模嘅產業鏈，美國就依然要依賴中國。呢一個就係我想同大家講嘅現實啦。咁今日我哋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青年，拜拜。